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岳云老师，欢迎来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。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《思念的海岸》，思念的海岸，这是乔佑小姐好听的歌曲。来，咱看下作词作曲拢是石国人啊。那这首歌呢是 C 大调啊，E 等于 C 嘛哈，这首歌是 C 大调。来，这一个小节呢有4拍，来，这2、3、4对不对啊？速度是92。来，首先咱先快速来给大家念这首歌的歌词哈。来，捧着阮心肝，思念对面看，来看到狗啊，也会加翻起哈，以此类推啦哈。又过来到昔日的海岸，问你敢知影？来，敢是闭口音，讲起来是闭口音吼。人在想你啦，感情线用阮生命念小话来念小话，大家做伙来读一个念小话。来，你读完嘴巴上下嘴唇是不是合起来？是，那就对了，圈起来是闭口音啊。你呢来像过来继续哈。爱你的心大声发，这个心若是读唔对，读做爱你的心啊。如果没有闭起来，读做爱你的心，就变成新的古的迄个新，新闻报纸的新啊，那意思就差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闭口哈。爱你的心大声发，叫你的名。刷来舒服，目睭来 A 啊，加啊呀 I A 落雨声啊，加有一个 A 哦，那个漏掉了哈。来，阵阵风将梦吹散，阮孤单影，无情海涌赶袂开，爱你的我，你的名刻阮心肝，也等伫遮。快速的给大家把歌词念过了一遍哈。来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这首歌呢哈，C调对不对啊？第一个音是嗦，速度92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嗦多高呢？嗦嗦嗦嗦嗦，我们把它当作嗦来唱哈。嗦嗦嗦嗦嗦，好，来把节奏器也打开了哈。嗦嗦嗦啦嗦咪嗦，2、3、4，换气。嗦嗦嗦啦嗦咪嗦，2、3、4，捧着阮心肝，捧着阮心肝。嗦啦嗦咪瑞哆啦，2、3、4，停，来，嗦啦嗦，这里还有一个半拍哈，嗦啦嗦咪瑞哆啦，2、3、4、1，好，嗦啦嗦啦嗦，嗦啦啊嗦啊。如果你怕抢拍啊，怕忘了唱这啦，你就在这里唱一个啊，苏乌啊，这个嗦啦啊。嗦啦嗦，唱谱是唱嗦啦啊嗦啦，但是思念呢，思念对面看啊，夸张一点，思啊，你唱就不会抢拍了哈。嗦啦嗦咪瑞哆啦，2、3、4、5。嗦啦嗦咪瑞哆啦，2、3、4、5，思念对面看，思念对面看。哆啦哆啦嗦，哆瑞咪嗦啦嗦嗦，2、3、4，停。哆啦哆啦嗦，哆瑞咪嗦啦嗦嗦，2、4、4，停。又过来到昔日的海岸，2、3、4，停。又过来到昔日的海岸啊，这里还有一个音哦，
又过来到昔日的海岸，二二三四停，咪咪咪瑞咪拉嗦，咪咪咪瑞咪拉嗦，问你敢知影？问你敢知影？咪咪瑞咪瑞哆啦停，咪咪瑞咪瑞哆啦停，人在想你啦停，人在想你啦停。来，接下来哆啦嗦，嗦嗦啦嗦咪瑞二。瑞咪瑞哆啦哆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停，咪咪，来这个第一排这里要停哈，来这个要停这里也要停了，哆啦嗦，嗦嗦啦嗦咪瑞二，瑞咪瑞哆啦哆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停，好，我们唱这里。感情要加一点点装饰，感情都有加装饰音哦。感情线用阮性命，阮性命。感情线用阮性命，念相我。这里也有装饰音。感情线用阮性命，念相我。二二三四停。唱到这里，主歌就唱完了。来，我们把它连起来。捧着阮心肝，思念对面看。又过来到昔日的海岸，一二三四停，问你敢知影？阮在人在想你啦停，感情线用阮性命二。念相我，一二三四停，啦啦啦哆，哆瑞哆啦嗦，啦嗦咪嗦。再来一次，来，第一拍要休息。啦啦啦哆，哆瑞哆啦嗦，啦嗦咪嗦。来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唱歌词哈。爱你的心大声花儿，叫你的名。再一次来。爱你的心大声花儿，叫你的名。哆瑞咪瑞咪嗦啦啦，哆啦嗦嗦咪嗦，二三四，二二三四一，啦啦嗦。这个还有一拍半，所以这个声呢，总共9拍半哈。来。哆瑞咪瑞咪嗦啦啦，哆啦嗦嗦咪嗦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一，啦啦嗦。来，这里我们唱歌词。山来树，目睭来的落雨声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一，阵阵风。这里要阵阵风，这里只有一拍哆嗦，这个嗦一拍半哈，要马上要啦啦嗦所以我们从这里呢练习接了哈，来哆啦嗦嗦咪嗦，我们从这里接然后往下唱哦，来啦嗦嗦咪嗦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一，啦啦嗦，啦啦哆啦嗦嗦，啦啦嗦，啦啦哆啦嗦嗦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啦啦嗦，啦啦哆啦嗦嗦。这个呢，
阵阵风将梦吹散，风几乎是你唱进鼻音的时候呢，才要唱这个地方哈。阵阵风将梦吹散，将梦吹散。阵阵风将梦吹散，这里呢有多了一拍半啊，这里又有一个半拍哈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练习连起来哈，来。落声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1，阵阵风将梦吹散。再来一次。落声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1，阵阵风将梦吹散。啦嗦咪瑞哆瑞哆啦，啦嗦咪瑞哆瑞哆啦，啦嗦咪瑞哆瑞哆啦。这个呀，不是半拍半拍尔，才过一拍哦。阮孤单影，阮孤单影，这里还有一拍啊。阵阵风将梦吹散，阮孤单影。嗦啦哆，哆瑞咪瑞哆瑞咪，咪嗦咪嗦哆啦，嗦啦哆，哆瑞咪瑞哆瑞咪，嗦嗦咪嗦哆啦。来。无情海因看袂开，爱你的我。无情海因看袂开，爱你的我。啦哆啦嗦，嗦嗦啦嗦咪瑞。嗦啦嗦咪瑞哆啦啦哆，啦哆啦嗦，嗦嗦啦嗦咪瑞，嗦啦嗦咪瑞哆啦啦哆。这里来，啦哆啦嗦，嗦嗦啦嗦咪瑞，嗦啦嗦咪瑞哆啦啦哆。这个亚单的加这个要快，嗦啦嗦咪瑞，嗦啦嗦咪瑞，嗦啦嗦咪瑞，这个要快啊！来这边，那你的哈，啦哆啦嗦，嗦嗦啦嗦咪瑞，嗦啦嗦咪瑞哆啦啦哆。你的名刻阮心肝。你的名刻阮心肝，也等伫这。好，这首思念的海岸就给大家介绍到这。恁若有介意岳云老师介绍给大家好好听的歌曲，欢迎到 YouTube 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频道来给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我们会不定期的呢发出新的歌曲介绍给大家。我们今天再见。